收看今晡日福娱乐呢个节目，今晡日介医疗单元吼，强荣同大家来分享更年期。上礼拜咧，你绕墙度连线上咧度节目地图，老大家来分享，做埋要用更年期呢，到底身体有嘛个状况呢？今日当然继续咧绕墙你个连线上咧度节目地图，老大家来分享，介你做啲食嘛个东西，也系做嘛个运动，你做啲用人做本你个镜头咧，做啲好冇人养宠哦，先来分享你今日个欣赏哦，分享连奕君欣赏。大家好，我是中医师连奕君啊，今日有同欢喜哈，我们继续讲那个更年期的这个后半部。是哈，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的确有讲到讲，其实公司才发更年期大家都会遇到的，对，就是说有些人跟身体有抗氧冲，有些人没感觉哈，有些人我觉得还好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暗涌嘅情形。其实泰卡哈，黑公上礼拜有看节目，泰卡会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呢就会讲，其实青春就是你的身体会保养，然后你要欣赏，你看哦。那有记起来哦，你的火、心脏跟你的肾跟你的水要平衡，对，按钮就最好了。对，不过很多问题是不可逆的啦，我们还是一定会遇到哈。所以一开始先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是更年期嘅检测表，讲的是什么嘢？就大家会知道讲，就青冬你们谈讲个更年期，我大家会讲，到了身上都在用迄，然后用迄底下没有更年期嘅针头，这边有一个表格，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其实因为这个算懂简单的啦，这个其实都是很大概的哈。如果说你没有，就是0分，轻微是1分嘛，中等2分，严重3分，你加一加，当然分数越多，就是越接近，越严重，对，越严重哈。那这个都是比较自我检测的哈。那其实如果说当我们要确定我们是否真正进入了更年期之后，我们最好还是去抽血，好，我们会我们会去抽一个 E2 跟 FSH 的比值。不过黑公一看总医师也要抽，也有抽血。没有，我们没有抽血，我们一般就只有西医的妇产科才可以抽。但真正他们在这个生理上就是有一个比值哈，就 E2 跟 FSH 比值就可以确诊。是否真正进入更年期？所以呢，因为可能雄青朋友会讲，你上礼拜有看节目，当然这礼拜就会很了解。不过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哈，你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检测表，欣赏个意思讲，因为当然，比如说你说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比如第一个热潮红，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哈，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你黑面有暗涌跟情形。那第二像头昏眼花啦哈，头痛暴躁跟心情那个失落的感觉，精神比较紧张。到第8失眠、反超睡唔提，大家就会讲反超睡唔提就更年期，当然唔提暗涌型。比如讲黑讲你有像躁郁症啊，或者一些精神上面嘅问题，当然有可能会反超睡唔提。不过意思黑讲更年期有可能有暗涌嘅问题，没讲。所以我们就更年期，当然不爱熬夜。好，这边像背痛啦，上礼拜有特别强调，对不对？像腰酸，对不对？然后皮肤因为胶原蛋白流失，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好，不过青春会困欣赏嘛，对不对？我们一般如果你想要很确实的去了解哈，你就是说你去抽个血，好，得清简单的哈。那你不抽血来看中医，其实我们还是会根据这个把脉，对，还有你的主诉，好，来帮你下最适合这个体质的药。平常有没有 CMO 也会有那种早发更年期？有，我们哈。稍微再跟观众朋友讲解一下，就是一般更年期大部分出现在45岁到55岁那大部分这一段时间是最容易有这个症状。对，那这种呢有症状呢，如果是说你1年之内症状消失的比例大概有18%那症状持续1到5年的大概就是也是一半左右56%那症状持续5年以上大概会有26%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我们还是迟早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不过当喜常讲，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症状持续5年的比例也算高对。那所以当喜常讲，就会有5年的时间，你可能有一些更年期的症头不舒服。因为像喜常讲的45岁到55岁有可能暗涌跟问题。不过像很多早发更年期，还没有什么年30几岁就更年期那种一般是小于37岁以下就是早发性的卵巢衰竭，是，那是因为它卵巢功能提早它就变弱。那
为什么它会提早，对不对？那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它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那可以调整吗？这类调整吗？我们一般就是也会有这样子的患者来看，那因为他不愿意使用荷尔蒙。那他就会来找中医。对，不过更多呀，太卡就会知道，青铜你嘅经验，去看西医嘅时间，太卡就会知道讲，你要吃荷尔蒙的药，对不对？因为这就是你身体的改变，到底可以吃，或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一般来讲。因为还是中医咩？错。我们荷尔蒙荷尔蒙，我们这里的荷尔蒙是指这个西医的荷尔蒙，就是这些。雌激素、黄体素、这个化学性的荷尔蒙，化学合成荷尔蒙，不是指天然的，那当然这个都是化学合成荷尔蒙。是中药的有些药物里面也含有这些植物性的，那大家最知道就是山药。你说平常像我们可以煮汤啊，或是像凉拌的那种山药，像我们吃山药那个都有狗狗没？有啊，狗狗啊。对，那个就是我们在前一集所讲的，这个就是一种水，一种阴，这种就是一种水的概念。我们就是以形比形的话，就是这样子去类比。但实际上山药确实它就有类似这种我们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激素。所以其实唐启常讲，其实你还是回到保养。对不对？还是回到保养这个概念，因为你平常时你就会保养啊。你平常如果多吃一些这一类的食物，你就是等于是间接的、直接的、不间断的在补充，就不用到了后期你要去吃药。对，可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整个避免吃荷尔蒙那。以下这些人都建议都不要用，不管是植物的或是化学的那因为像第一点，它阴道在出血那荷尔蒙本身它会加重这个部分。第二点，当然这个是严重的这个肝病跟这个结石，对这个我们也不要使用。所以胆囊结石患者也尽量避免使用荷尔蒙。对，好，那第三个就是深部的静脉栓塞，因为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荷尔蒙会使得我们的这个脂肪或是它的一些血管内容物它会更不流通。是，因为这个它会阻碍的就是脂肪的代谢，就是第5点讲的。对，那第4点大家比较知道，就是说整个在cancer 的这个里面你看1等亲罹患乳癌，因为现在乳癌很多啊，对，这个是避免那第6个心血管疾病也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减少之后影响到了血管的收缩跟舒张，是所以更年期之后其实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危险因子，对，那。我们来看下一章，是，可下一章这边讲的是一个为穴位的按摩，这个好有意思哦。泰卡一般来讲就会，因为你看一口一次泰卡就会讲到个荷尔蒙，泰卡就用生因为泰卡就觉得是食补是用食补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哦。你说穴位按摩要做得缓解是吗？对，我们一般。这个我们所选3个算是最一般的穴位，因为其实还很多是，那这第一个，这3个穴啊，我唯一会的就是涌泉穴。涌泉穴就这个最有名的嘛。对，其他的完全不敌。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涌泉穴涌泉是肾经的第1个穴位嘛对，它取穴的要点我大致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脚板有没有前1/3？真的，我以为是中间脚心那边，不是，是前1/3。跟横轴是前1/3那就会画一条线。那纵轴就是在第2跟第3中间，它会形成就是一个很深的凹窝，刚好有一个人字形。你如果是揣切它就会非常的有感觉。如果你真的有压到涌泉穴的话，你就很有感觉。对我们这边涌泉，我们目前门诊最多就是。这个不是说更年期他要按摩涌泉，而是他涌泉穴很痛来看的。男生女生都有年轻老都有。那是为什么？这个一般西医的诊断就是足底筋膜炎。是因为你没有痛过你的嘛，没有痛过足底现场没有痛过，我好像还没有痛过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痛起来真的是你早上一起来一踩地。痛的受不了，就会最痛慢慢走就会好。对，这个我们曾经在一集特别有介绍过足底筋膜炎，我觉得大家很有意思，越走越不痛。对，中医看它这个并不是说它单纯筋膜的发炎，足底筋膜炎整个
脚板啊，那个整个它都会痛。但是很多的部分在涌泉穴以及在肾经的这些穴位，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如果针灸这些部分，可以缓解它足底筋膜的部分。因为你足底筋膜炎在西药只能稳消炎啦，对，消炎，对，因为没有任何的没有办法，因为涌泉穴为什么它会得足底筋膜的病？我们这个要来讲一下。我们年纪稍微长一点点，对，你就常常会有听到旁边的人会讲他足底痛，足跟会痛，没错，足跟这个没有痛过人真的都不能了解，这个都是肾经经过的位置，代表一种肾的阴阳可能都有一点点要往下走了，对，所以我涌泉穴我们在临床看因为很多他们自己按嘛，可是足底筋膜的患者这个肾经的穴位都可以帮助到他缓解这个部分啊。是，所以经常简单来讲，其实黑公我们讲到穴位的按摩，按涌泉穴是好的，对，所以平常黑公他给他第一步哈。有汗给时间，可以把脚拿起来，然后就这样子按。我们就是使用那个铅笔或原子笔，铅笔跟原子笔不是尖的那一种来按，你比较会按得到。你用大拇指按不到。是，乡亲朋友其实基本上带上是按用音像大家会先聊下，因为聊下你等下做那阵好好来讲，到底除了脚底了这穴位，还有其他嘛个穴位，做得让大家来听书，就会讲你妇女家嘅经验起啦。来讲，筋嘛，给穴道做的，不然大家嘅颈头好摸按，养从比较有舒缓的感觉哈，所以做你下先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当做你好咯，先上来打嘴鼓。关于昨天绕墙头连线上那种节目地图，今天是第2集，其实是下集，对不对？我们这个经验可以改主题讲聊，是上一集呢，其实到台高的分享，为什么你会有更年期？然后这是正常的，然后会有嘛该针头，你们遇到嘛该用的情况，然后这一集我们是一开始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不过很有意思哦。老师讲到这边的时候是想说，其实按摩是好的，他个看天师给时间，有汗给时间，经常都拿原子笔还养笔不尖的那一种，可以按一下涌泉穴啦，这是一个很好的穴道。那当然，泰嘎可以做可以哈，像什么神门穴啦，然后经常关于命门穴，可能感觉比较不好按啦。如果大家觉得很难，我们就以涌泉穴为主。神门穴其实还 OK 啦，就是手掌这个偏向我们的小指就有一个尺侧的屈腕肌这里心肠这里对不对？对，它有的桡侧就是你的大拇指侧，这个尺侧屈腕肌的桡侧就可以按到一个比较深的，对，用拇指就可以，你就可以。我觉得听众没有听到，因为没感觉，你没有感觉啊？那你因为穴位它是这样子，每个人的经穴都不一样它在一个骨缝跟肌肉的中间，那我们的尺侧屈腕肌其实它就是在小指侧嘛，你要往这里、往内、往这个对，往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方向再去寻找那个比较又酸又痛的点。对，古时候乡亲朋友其实欣赏跟压在穴位，其实欣赏还没平常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对，是可以的，对不对？对，你欣赏跟我去听简单，就是你的小指头往下，很多鸦片跟时间比较靠近拇指的踢缝压片，你就自己用拇指这样按按看。喜上公，按到会酸，哪家有吃都有一些酸酸的感觉，那你就是有听到的位置了哈。你看这里这样按一按，就有酸酸的感觉，我自己。对，还不错喜上有感觉，大拇指就可以了。有，对，这个不用用铅笔了，你只用羊笔，用拇指就可以了。对，神门因为它是心神的这个开关，它这个是睡眠啊，太棒了。睡眠真的吗？对啊，不是听也可能跟反超跟问题有可能可以舒缓，对不对？时间住听的啊。有，欣赏我真的有找到，我真的按有酸酸的感觉哈，所以这就是欣赏今天介绍的穴位。对，如果用针刺的话，其实一定会很。你说像针灸吗？对，我们用针刺进去的话，这边都会很酸，好可怕哦，针灸。好，姑说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对不对？那命门的话，它是督
脉，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这个督脉，督脉任督都是我们在奇经八脉里头有武侠片都会说打通任督二脉啊。对，其实任督它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一个经络，那命门是属于它的穴道它是在腰椎腰椎对，腰椎大概第2跟第3的中间。你是说那个骨头吗？对，就是腰。我们先摸到这个屁股有没有？这个胯骨，胯骨上棘比较高的那个点地方。对，大概你就往上推3个位置，还蛮难的其实一般可能也较简单就是这个命门穴较轻动，不过可是熊心病会讲有几非可能中医的时间，没讲嘛个很严重的病人，你要做点摸一下心脏，命门穴在哪里？心脏这里同太感的分掉对，这个就是穴位的部分，对不对？可是除了按这个穴位可以舒缓一些经验体跟问题之外其实心脏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其实吃东西轻重要。欣赏，其实吃东西要没经验，可以跟问题。一般来说，我们平常吃东西就很重要，因为其实中医讲到了饮食的禁忌，其实是蛮多的对，比如说第一个，对，燥热辛辣就不好吃啊。有的人比较喜欢吃辣椒嘛，可是那麻辣锅就做不得吃嘛。就是说你更年期了，因为你整个脾胃的功能其实会大不如从前。那所以是不是跟同大家的朋友还没有经验期，跟你要想吃麻辣锅，把握机会，可以经验期高，就专门得吃麻辣锅。没有，我还讲谁？欣赏你有吃麻辣锅吗？我还没生呢。跟你以前有什么？我还从来。不说你从来，因为你没有吃，你不吃辣。我从来不吃辣。你是因为不喜欢吃辣，还是你要保养身体？我不喜欢吃好吧，那你看欣赏跟身体按后口，因为又按忧伤。不过其实辣，可是有时候吃一点点辣，你可以讲今后没。一些些嘞，一些些然后太多辣。我们更年期的患者他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很多的部分他有肠胃问题我们一个患者进来更年期的我不是说他从头可以讲到尾，他胃肠这个部分绝对不会遗漏。绝对不会遗漏。我们在这个患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就是说胃酸过多，胃肠胀气，因为他可能就是从年轻到老累积一样，到更年期之后，他这个问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可是那跟更年期有关他到了这个年纪因为我们第一个睡不好，那再来因为各种像荷尔蒙的改变，他的胃。如果我们再去吃这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只会让他更难过。以下的都是因为像刺激性的一样，就是咖啡跟茶。那你有喝咖啡吗？我没喝那你有喝茶吗？有时候喝，但是不敢喝太多不敢喝太多。真的不行吗？欣赏？对啊，我以前会喝茶，慢慢我已经减到就是最想喝。再去喝，那欣赏会是一些酒吗？酒也会啦，就红酒啊。但是你说喝很多的那个是不会啦。不过真紧你看欣赏每个人这观点真的无共用不过第一中医的观点来看欣赏就会真的是你看刺激性的食物真的是少吃。对，所以像什么少食煎炒及热性。捏心给东西要不好吃。因为我们更年期主要整个来讲水亏火旺，就是我们整个水在这个对已经那一碗水已经快被用干了嘛。其实你每次讲这句话我都很紧张水快要被用干了，这个是比较好理解啦。那你再去吃那个煎炒炸辣的，那个就更热。看耶蓝色的就底嘛，火一卡胎，对，你就有点眼睛，所以它像我吃我其实只要吃一点点饼干，对，饼干，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感觉。那是不是表示说，欣赏你跟身体黑咖燥？我可以这样讲嘛？就做比较燥。不是，就是我也是比较属于阴虚的，水我也不够啦，我也不够了。因为有青头给认真也很容易，给吃东西给时间，你要吃到讲，我基本上因为青好生我吃在剃头桶，对，剃头桶，有青头给可以吃一包给剃头桶的某事情，如果有一种也可以吃一个剃头桶，比如吃到个我早上吃剃头桶，我下午这边就长了一粒好像豆子，或者说就是追懂早有冇要喝头辣辣，而且真嘅我有糖果按用嘅情形伊有对我经验期嘅时节佢都像客家人是办嘅时节，
泡菜，哎，对，还可以泡给对不对？像西虾啊，那个鱼呀，哈，那是他讲你们泡哦，个西虾，不过可能佢食嘅時間嘅感覺就會佢食西蝦呀，食嘅泡嘅安補呀水母嘅時間就水母。對，真的。我聽到的時候，我很覺得你會愛容易，因為你吃一個。泡嘅東西，安補呀水母嘅時間就會水母的，故說呀就是跟你的陰虛，經常跟陰虛有關係。對，真的就是說，我們這熱的食物進去之後，水只會更乾吶。那炸雞排就中唔得食咯。炸雞排，第一名不能吃，第一名不能吃。給我講嘅第一名有好多哦，麻辣哦，麻辣鍋第一名不能吃。泡雞排第一名做唔得食哦，今年佢嘅真條抗洋葱嘅飲食就會水唔停，真的會有症狀啊，很多症狀會出現，會有症狀哈。故說我們同大家來整理一下，對，這就是欣賞講一下腎虛型，對，我們說水哈，一直強調水被用光，其實在這個因為很多患者他自己會去買那個，有聽過杞菊地黃丸吧？冇聽過，有沒有聽過6味地黃丸？沒有啊，因為某是腫瘤哦，因為這個很多患者他自己會去藥房買，然後就猛吃這一罐，所以不行。這個其實很恐怖，因為你要先了解，就是說我們是屬於腎陰虛還是腎陽虛。像我們講說水被耗光了，這個就是腎陰虛。對，那它這個一般來講，陰虛之後火會上來，所以它會有這個熱潮紅哈。手足心會熱哦，他跟你講他手腳都不會冰冷，因為他很熱。對，這是好事嗎？應該是不舒服。對，這個其實他們都不會怕冷啊。他說他手腳都是熱，這個是一種陰虛到很比較嚴重的現象。所以你看哦，一般我們會說啊，是因為你的手腳冰冷，我們說哎呀你手腳冰冷要補一下。可是像他這種手心發熱，反而是更虛。對，其實這種中醫好奇妙，你越熱，大家覺得熱是好，可是你反而是更虛。對，它是一種陰虛。是。那我們藥方會用左歸丸、梔柏地黃或是杞菊地黃這個系列的藥很多哈。那腎陽虛的話，就是說整個火這個命門哈，這個中醫講這個，我們剛才介紹這個督脈的命門穴，命門有一把火，哈，這個命門的火哈，慢慢跟水一樣，它就會滅掉了，是哈，那就會感覺比較冷哈。比如說我們腰膝會酸軟，覺得膝蓋特別無力，腰特別無力，而且比較怕冷，是哈。那這種一般來講，小便也是比較多哈，比較頻繁哈，晚上會起來很多次，然後大便也比較不成形的，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右歸丸。所以這個叫做腎陽虛。對，一個是水用丸，一個是火又用丸。那更慘的是啊，所以腎陰虛是水用丸，腎陽虛是火用丸。對，更慘的是腎陰陽俱虛，對，水也用完，火也用完。哦，所以只能陰陽雙補哈。我們這個其實這個臨床上也是蠻多，它就是2個症狀都有，然後又加上了這個寒熱不調。有的患者他來說哈，他就是說你知道他穿套頭的太熱，穿一件又太冷，那弄得他不知道今天要穿什麼。很多這種，他今天說他走一下就一身汗，然後又覺得很冷，然後穿衣服的時候呢，又加一件加上去薄薄，又說這樣加着又很熱，脫掉又很冷。對，他們都是為了這個就是都不合啊，這個就是都不能合，這個很麻煩。是，這個時候應該要補陰跟補陽。我們大部分會用2仙湯跟2炙丸。2炙丸我們也常用，就是我們的漢蓮草跟女貞子，這個在門診上會很常用。2仙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裡面一個仙靈皮。是，所以鄉親朋友，唐先生來講係咪懂了解？你做你看一下，你嘅症頭係哪一種哦？唔過還係請大家先聊下吼，等下就來。手机绕墙连线上乐的节目地图哦，连医师真的很亲切可爱哈，一定很多人喜欢去逛你门诊哈，对不对？因为经常都会说你有冇，你有爱用个针条，你冇通过哦，嘿没？对，而且医师解释事情的时候都好清楚哈，所以其实刚才讲到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哈，你是属于虚还是阳，还是都又没有火又没有水，可以最严重的。不过
我们平常要保养嘅时节，其实什么嘅东西可以轻松要嘅，然后你也可以喝一些茶饮哈，平常先从带落嘅青豆某香嘅中药，这是可以泡茶喝吗？对对，我们简单就是，其实大家也很了解枸杞嘛，常常对，那个是我最认识的一种。对，煮汤啊什么，这个都很方便。我们先介绍这个营养货，营养货就是刚刚上一章我们讲那个二仙汤里面，它就是仙灵皮哈。那营养货它本身是小薄科的营养货，好，它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好，那这个它的归经都是看到我们片子上写肝肾经，这个都是补肾的，是好。那营养货本身后，它还可以降血压，好，或是治疗一种久咳，久咳，这最麻烦了。对，阳虚型的咳嗽其实可以用一点营养货。哦，那何首乌大家也很认识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个要乌发嘛，对，而且还可以煮汤，对，这个炖鸡都可以。那何首乌它本身是蓼科的，它这个我们有分炙手乌跟生手乌哈。那生手乌一般可以归到大肠经。如果说有便秘的问题，其实是要用生手乌。那如果你要补肝肾的话，一定要用炙手乌。是。那蓼科这个植物哈，它这个的块茎哈，它不是只有块茎，它会有那个藤呐。好，这个藤哈，何首乌的这个是最深入到土里的，所以它的归经就是到最里面，属于肝肾的经络。是，所以老师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平常自己白天你知道自己身体，你还是要先去知道你是属于虚，对，还是属于就是阳虚还是阴虚，还是要先知道，知道之后你可以去挑你可以吃的，然后平常泡开水滚水就做得了没有？其实方便我们上班族，就是一个那个杯子哈，你就弄一点热水哈。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泡一点当归哈，那你就把这些都可以丢进去。是，那像这样按用个药水去看先生给时间，去都中医师给片就做对哪药的？一般是药房，我说扣医去这边开那个药单，诊所也会诊所开药单呢，然后你再去药房拿就做对。一般我们有时候。我们诊所也会有但是中药房也有啦那我们一般就是诊断体质是重点。对，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太搞会吃到补身体，比如 C 妹就会吃到有人寒天嘅时间，做点哪个枸杞有嘛，就做得可以泡茶喝。可是俺用凤门欣赏哈，这么多集下来，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先去看欣赏，你会了解你的体质是什么。黑某真的有青豆给你越补越糟糕，对，真的，对不对？你像刚才上一章啊我的收获就很大，比如像老师刚写到说你大便不成形啊，或是你会腰酸什么。其实那个就是一种阳虚，对。那阳虚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对啊。你越吃就越糟糕。你如果阳虚，你又吃一堆这种养阴药，你就会更拉，而且你的肠胃会搞得更坏。那有些人身体其实你看，像吃个花生糖，有就长一个痘痘，那你就代表你身体很燥热嘛，可以熏豆，可以补个东西。我们说很补的那些东西，你反而不能吃。对，我们在讲这个枸杞因为很常见，它是茄科的哈。对。它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用，其实它就是属于比较滋阴明目的，这个是都是可以用，但是一般来讲吼，它还是不要说，就说单吃一个东西，会比较好。所以可以挑几样，对，我们大部分会配着吃哈。比如说我们营养货会跟底下来讲的生地，生地它就是属于这个玄参科的，这个生地在我们整个圣经的用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你看它的性哦，它有一点寒，那它有分鲜生地跟干生地。鲜生地就是那个摘下来还没有晒干的，水分含量比较多，反而它这个有一点点凉，寒凉哈，所以它可以就是说比较不会按捏哈，偏燥热的人来讲。我要发问，我们如果要他同乡亲朋友来简单供一下，如果乡亲朋友其实你平常时你已经知道自己是虚或阴虚或阳虚，有时候还是可以从症状看。我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提到我很确定我是阴虚，那我们可以挑哪2样来泡茶喝？阴虚的话目前
这个生地就是一个生地，阴虚就可以喝生地。阴虚要看它有没有热。好，如果说它化热的很严重，哈，一般来讲哈，我们就不能用熟地，生地的那个制成它是叫熟地。哦。那如果化热没有那么严重，就用生地，因为生地它有一点干寒。对，好。那熟地的话，它就是非常滋补阴血。那对于那种有一点点燥热，是完全就是最好不要用。对，我们这个是给个建议啦，哈，我们会供你听抽按用用哦，只是说我们帮观众朋友去厘清一下，黑供你很清楚，你就醒啥？我很清楚，我是属于阳虚。那这里有什么是可以喝的？阳虚，你阴阳货就是心肝温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好，所以其实如果你很明确的顶跟身体有一些阳虚一个针头，如果你平常想要补一下哦，泡水喝啊，有你欣赏供给营养货，你就做在吃，对不对？你看营养货在现场有待了，他就看到你做在长得怎么样？对哈，就是他有看到营养货嘛，它看起来就是颜色是咖啡色的，对不对？然后一片一片的，对不对？像这个就是可以使用的，对不对？那麦冬哈跟天冬，其实这个很多也会入菜啊，对不对？麦门冬跟天冬，它这个合起来就是二冬膏，它其实是有一个成方。这个一般它比较特别，就是它麦门冬它是归胃经，天门冬它是肺肾经，通常2个人会一起用，因为它会入肺肾。这个除了用在我们更年期，最重要就是更年期有一种你知道咳嗽、过敏，很常见，他们呢会先去吃西药，然后再来找中医，因为他们很容易会咳嗽，不会好。先把一些很明显的症状用西药先短期压下来，对，然后再来去找中医师，比如说像麦门冬跟天门冬的一种补，然后让它长期的调养，对不对？这个因为它有一点润肺，又可以入肾，肺肾经因为是属于金水相生，所以天冬跟麦冬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药对。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哈，雄心朋友可能不管你给针头会用也还讲你还在什么阶段，我觉得今天听这个连医师这样讲的话，至少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概念比较了解，对体质有一些概念，或是对一些它基本的底色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是好的哈。我们共同鸦片其实春夏秋冬也是有它该有的养生方法啦，对不对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东西要吃当季的食物，对不对？吃当季的购置，当季的强抽，因为这就是春夏秋冬啊。我们共同鸦片后有一个特别要跟雄心朋友来分享的嘛个东西呢，这个龟鹿二仙胶，平常有人在吃这个这个很多人在吃，黑毛对，是不是很多人在吃？对，有没有家里那个比较年长的长辈有时候都会。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很多那龟鹿二仙胶我大致上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它就是龟板、鹿角、枸杞跟人参熬制成的，对，它这4种成分是最基本的。那现在就是来源问题。那龟板这个鹿角，我们讲鹿角鹿角就是这个已经骨化的一个鹿的角是它已经很硬的这种，所以它对于这个补钙质是非常的好。那鹿角它是在中医是属于一个极阳的，那龟板是治阴的，所以它是属于一个肾虚、阴阳两虚的人在用的。所以你今天单纯只有说它比较湿热的，或是比较肾阴虚的，你用这个可能有的会太补。是很多吃的就是说它很热，对，懂捏他自己会讲他。给我之后口干舌燥，晚上会睡不着，嘴巴会破。对，那实际上如果用得对的话，它对于整个免疫的调节、延缓我们是有功效的。对，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最重要的对于骨质疏松，上面没有写到，就是骨质疏松，像膝盖的退化，因为这个就是中医的维骨力。哇喜长很会比喻耶，中医的维骨力就是用龟鹿二仙，但是现在重点我还是讲来源的问题。我觉得很多的他们的来源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我们先看标志嘛，有的是药证的，它有没有这个叫药证？是，不能乱买，不能乱买，大部分都没有药证。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单品都很高，单价很高，是那很多都是食品等级。我们建议一般的民众还是多用
药品等级，就拿到药证的这个，你会比较安全，因为有保障。因为你跟他弄那个混的有嘛？用唔低啦。对，哎，之后重点其实也唔可以讲龟鹿二仙胶听哈，也还有青豆给药给你可以买给，因为有很多那叫做什么中医有很多已经做好的药丸我们说科技的那一类的药，其实我觉得太感很会清注意给老年黑马该。对，黑猛你有时候吃多了反而有反效果哈。你看。太感有没有吃到？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其实你看2集讨论4个问题、经验期的问题，都要时间好快，一下要结束了哈。对，不过共同鸦片就是同太感的分享，重点黑马该东西，其实你要注意体质。对，你要保养的身体，比如说黑公你要用为了补身体啊，什么该东西，清创的事情就会很欣赏。黑公你要欣赏从苗栗来嘛，对不对？黑公你这些没有练，我们都得去找林医师的，好，林医师会讲解的很清楚。就说先了解你的身体，黑体质，黑哪一种的体质，你这样做得去施工，都对你会是按用的东西啊，按用的茶，希望你补来补去吼，可能要补超去吼，欣赏。非常感谢今日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分享，有限加来啦。哦，谢谢欣赏，谢谢。好，用心朋友，希望大家收播动台，唔过天天下来，天天欣赏来找人谈聊。